攞嘢邊啊？9點啊！攞落去。要攞落去。咩？嗰盒口罩，我戴口罩。買咗口罩。各位乘客，歡迎乘搭九龍巴士公司263線，本班車將由屯門鐵路站開往沙田鐵路站。中途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Dear passengers, on behalf of Kowloon Motorist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you on board our route number 263 to Shatin Railway Station. Further announcements will be made as we approach various midway bus stops.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九龙巴士公司263线。本班车将由屯门铁路站开往沙田铁路站，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祝各位旅途愉快。香港这是屯门市中心总站，请赶紧请求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The next stop is Onting Estate. 下一站是安定村，请赶要请走。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请紧握扶手。
係都好cute。對，下一站係叫輪犬。The next stop is Yulong Port。下一站是孝陵站，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請緊握扶手。一個鐘喎，我半個鐘就已經變咗一個鐘。下一站係風景園。The next stop is Woodview Garden。下一站是風景園。本線設有短途分段收費，乘客使用時需以有效八達通卡或現金收據先上車時先繳付車費，並於落車時以同一支付方式再次確認。詳情請參閱 S1933路線資訊。下一站係屯門公路轉車站。The next stop is 屯門 Road Interchange。下一站是屯門公路轉車站。好快咯，九巴路線 B9由屯門及元朗往返香園圍口岸已經加密班次，最密時段至10至20分鐘一班。尋日來往香園圍口岸，北上10蚊輕鬆方便。另外，10起由於高鐵站轉乘九巴路線，於屯門站或銀行名點轉乘 B9，使用同一張八達通或相同電子支付，或兩程較低車費一程就免費啦。行物來往香園圍口岸，經香園圍口岸北上就更加輕鬆方便。
有分段收費。第一站係城門隧道轉車站。The next stop is Xinyi Tunnel Bus Interchange。下一站是城門隧道轉車站。九巴多條路線由九龍新界各區直達高鐵站，接通全國各大城市，快捷方便。九巴高鐵接駁路線班次頻密，選擇多，出行搭高鐵，九巴接駁最方便。
咩？食會自己做。呢個嚟食乜嘢？食咩啊？似嚟食乜嘢？美麗。我喺
站係沙田站。The next stop is 沙田 Station。下一站是沙田站。為免影響車長及其他乘客使用手提電話或流動裝置時，請調校變靜音模式，保持車廂環境寧靜。多謝合作。Please consider the bus captain and other passengers. Please set to silent mode when using your mobile phone or device to maintain a quiet environment in the compartment. Thank you. 日夜影响车长及其他乘客使用手提电话或游戏装置，请要教室保持车厢环境冷静，积极合作。
發出嚟。咁人哋新開張先你知道幾多係咪呢個啊？咩名啊？我去讀。各位乘客，本巴車已經到達沙田一路站，請各位乘客落車，收地乘搭263線。We have now arrived at Shatin Railway Station. All passengers, please alight here.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our route number 263. 各位乘客，本班车已经到达沙田铁路站，请各位乘客下车，谢谢乘坐263线。8元蚊，120幾，又嗰陣係。